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1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关心疫情，国内昨新增加一个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是印尼20多岁查甫渔工。另外，咱买 AZ 疫苗后礼拜一要开始做，也毋过传出一批预防射，期限只剩3个月，无赶紧做，真紧就会过期。也毋过指挥中心是强调讲，一定有法度伫3个月内底注射。拜一行政长苏贞昌指挥官陈时中卖带头先做。咱国买的头一批新冠牛津 AZ 疫苗，后礼拜一将伫全台开始做。除了连江县因为天气无好，飞行机无法度运送，其他56间的接近病院拢已经完成配送。头一批由第一线医护人员优先注射，也毋过详细看这批疫苗的有效期限，直到今年6月15。外界烦恼效期伤短，恐惊无法度伫后期来做完。疫苗是很珍贵的防疫资源，必须用在刀口上，所以我们务必就是会在疫苗接效，就效期到达之前来使用完毕。目前疫苗已经在新北市，我们都会做好妥善的管理以外，更重要，我们有4个责任医院我们大概都会来负起施打。另外，香港传出头一个注 BNT 辉瑞疫苗了后死亡的案例，敢是影响台湾的后续采购。指挥中心指出，会继续追踪香港的调查结果。不过，无论哪一种的疫苗，注了后的不良反应不一定拢甲疫苗有因果关系。为了增加医护人员注射信心，行政院长苏贞昌甲指挥官陈时中将会带头注 AZ 疫苗。可以确定的就是说，2位长官呢会带头，而且我们会在医院来进行这个施打的工作。打疫苗当然是利大于弊，它是一般的也是权利，它能够保护自己，也能够让社会这种 COVID-19 的传播链得到阻断，对社会是一件安全的事情。陈时中强调，注疫苗好大规模的做完了后，爱伫医疗院所点半点钟。转去了后，若有帮手款，一定爱甲病院联络。也毋过，当咧食避孕药也是荷尔蒙药物的人，因为引起脱血路的风险较悬，是建议较慢才做。记者综合报道。超观众朋友来看今日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苹果日报》，国内的防治电脑受到骇客攻击，要求爱付5000万美金，大约14亿2000多万的代票，因为防治无付钱，财务报表等资料互公布伫网络顶头。防治表示已经把这件攻击事件通报真侪国家的相关单位。咱国的行政院资讯安全处表示，会调查和清楚提出丰富的建议。再来看《联合报》。中研院前院长王启辉伫2017年，因为核定案和监察院弹劾，法院甲公顶会嘛认定伊财产申报无实在。也毋过去年监察委员换人，王启辉又搁提出澄清，监察院嘛重新来启动调查，伫7集翻案，认定讲王启辉并无财产申报无实在的问题。这案件嘛已经调查过3遍，引起部分人士的质疑。再来看《中国时报》。波音747客机是大型的飞行机，会使载400-500位乘客，目前生产超过1500台。咱国中华航空伫1976年引进第1台，华航昨宣布讲，目前阁有4台这款的飞行机，全部拢会伫今年退休。昨嘛派出1台747的客机来载乘客，飞到日本富士山顶头踅一日，飞最后一抓就要退休了。再来看嘉义的阿里山树林啊大火，对顶礼拜4下晡开始烧，昨下晡总算受到控制。本地阿里山公路达16到76公里处全线拢封起来，昨下晡3点嘛重新开放通车哦。因为目前阿里山的烟火大开，游客无法度上山去看火，业者嘛表示至少损失3000万。越烧越大了，现在中午温度又比较高啊。出动178人对空中甲地面拍火，晚拜6中昼时也受火一直烧出来。18开始，阿里山大埔事业区第2、28、29轮班火烧山炭烧超过30点钟，也互阿里山公路66到76公里的所在一度全线封路。为着咱的人客安全起见，所以讲咱有一只先行咧附近，咱行转换位就对了。对。我到去阿里山民众只好改行程，只是即阵正是阿里山赏火时阵，连拜6、2天回归转盘车也取消，游客无落来。饭店退房的电话是接袂线。原本旅馆是客满的状态，那从昨天到今天陆陆续续都有退订的人潮。那目前除了
北部从新中横21号公路上来的之外，其他的几乎都要求要退订，那退订率大概在50%左右。阿里山的餐饮业、跟旅馆业、跟一些卖艺品的商店都没有商机可做。那饭店连餐厅、艺品店也叫艰苦，加在阿里山公路边坡的迄些下晡已经全部拢拍实。经过检测了后，公路局宣布封起路段恢复通车。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真侪所在拢发生树林大火，清明要到了，大家备忘烧金纸嘛，一定爱特别注意。昨因为天气真好，有袂少人嘛提早去备忘。防疫期间嘛拢有相关的规定。日头真美，天气真好，虽然未到清明假期，不过大台中地区真侪所在公墓以及拿骨塔，拢提早来了扫墓祭祖的人潮。家族惯例都提早扫，因为当天人太多了，会分散，对，分散人流。未少民众趁着周末假期提早扫墓，就是为了要避免清明假期人潮过度集中，所以嘛电脑周边的车潮涌现，停车位嘛是非常歹找。未少民众表示，虽然有的地区安排扫墓专车，不过为了避免群聚，所以嘛车潮满满。我们都开自己的车子，所以目前今年看来交通会比去年还塞，因为大家都不敢坐公共运输工具。虽然疫情相对较稳定，不过还是袂使放轻松。台南市民政局表示，为了遵守防疫规定，各区拿骨塔、伫户外拢有大牌啊，以及祭拜刀啊，伫维持社交距离的前提之下，专设35处的拿骨塔，外口无人数的管制，现在是要遵守容留限制规定。因为每一个纳骨塔它容留人数不一样，那我们都有算出来容留人数。会有人管制，还是一样戴口罩、喷酒精，这是基本的嘛，那不开放进塔呢？而南投市公所表示，为了避免攻击的风险，两座所建的拿骨塔甲旧年同款，室内空间无开放进入，伫户外适度祭拜，历历中华的园林、河米及红湾顶拿骨塔，室内空间嘛无开放，呼吁民众爱注意，同时嘛使多多利用线顶祭拜，共款表达对着先人的敬意。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可患严重，也毋过因为水量减少真济，水库嘛大好趁这机会清土沙哦。水利署统计，去年清掉1440万立方公尺土沙，是有史以来上济纪录，嘛是每一档平均的2.6倍。怪手挖出时间变多，就是要进行刷落来的清污工程。命令面对水库跳水率继续下降，水头集水区变成大片的草皮啊，水库区也阁有船啊掉伫小水窟。农田水利署苗栗管理处探苦花启动清污工程。水量少，那上游的这个泥土啊，那都会露出来嘛，那而且没有什么水分啊，那这样挖会比较顺利的。根据水利署的统计，去年无风台来。清污成效是历年上好，今年清污量是1440万立方公尺，是历年平均的2.6倍。今年1到3月已经清出357万立方公尺，也比去年同期好，连带水库用量也增加。去年前门甲前门两大水库，就各自增加120万加155万立方公尺的库用量。工地开挖地下室抽排出来地下水，台中市领先要求建筑工地需要设置水资源再利用设施，建地变成免费的储水点。每天大概抽排水的量大概是111万吨。那目前台中市有3200个工地，那目前清查出来大概有这52处的抽排水可以供民众取用。市府都化局网站公布52处工地抽排出来的地下水，只要卖啉，拢会当提供生活所需要。另外，全台也有65处水资源回收中心，提供回收再利用的次级水，卖浪费任何水资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菲律宾受到非洲地震影响哦，拍算要进口咱台湾的猪肉，佮按算讲要买上千只的整猪去拍整。咱的农民知影消息了后，拢正积极拍算哦，嘛讲咱台湾猪品质绝对是挂保证，资本就将有竞争优势。用心照顾，要让每一只猪拢真健康。台湾猪对去年免搁自口摕疫苗了后，过2-3年，免搁在外销出口猪肉。菲律宾因为受到非洲地震影响，都要拍算进口台湾的猪肉，也要采买超过上千只的整猪。婚林饲猪的人也真欢喜，支持供应的数量也是一大考验。我觉得在种猪的部分应该是蛮看好的。
因为在20几年前口蹄疫之前，台湾的种猪出口到菲律宾的时候，其实也有在那边办理拍卖，然后有当地的很多的养猪场跟一些台商的猪场都用得非常好。农委会统计，去年咱国猪肉甲加工品总共出口将近4500吨，产值约6亿9千万。猪肉头一个外销到澳门，去年下半年就出口1628吨，产值大约1亿4千万。外销菲律宾已经7次发放检疫证明，完成通关的流程，用正式出口。锁定当地高端市场，只是菲律宾关税悬，经济效益也有待评估。税太高了，卖得进去，你几乎也完全没有利润。我们会再考量看看。农委会表示，进前台湾甲新加坡北港着出口猪肉，因为疫情影响，新加坡无多先来看。希望年底疫情落来了后，佮再重新来对话。虽然台湾猪加一个外销管道是好代志，不过这阵依然是以内销稳定国内猪价为主。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能源转型的议题是差价真热，总统蔡英文昨去台中嘛讲到中火议题，表示讲会甲台塑沟通，量早甲卖料电厂改做烧天然气的，减少污染。另外8月份开始，包括海草大公投在内，计共有4项的公投案。民进党嘛拍算讲对4月份开始，要办超过300场的说明会，来甲民众沟通。总统蔡英文到台中出席颁奖会场交接典礼，最近能源转型的议题牵涉公投案，真受到关心。蔡总统讲到台中火力发电厂，表示政府知影因为净零碳排新标准，加速减碳是一定爱做。正甲台中市府协调，甲中火改做烧天然气，强调烧天然气是新的选择，嘛要真紧甲卖料电厂改做烧天然气。燃气将成为我们稳定供电、减碳、减空污的新选择。我们已经和台塑沟通，要紧速卖料改为燃气，降低碳排跟污染。进前经济部调降电厂卖料天然气站，毋是真多三接的替代方案，只是线内面对海草大甲核数这4项公投，民进党有计4月11起举办超过300场的说明会，向民众宣导应对公投的做法，积极来解决。国民党表示也会规划到地方来宣传。全国各地4个多月，坦白讲时间很短，所以我们也在积极的这个筹划当中，用尽所有的方式，让人民知道行使自己手中那一张公投票的重要性。江启臣表示，国民党提出反内底这2项公投案，当然必须到地方对民众说明，你是不是包含支持海草大甲核数重新启动的公投？江启臣讲，所有公投拢尊重公民的意志，批评执政党要捍卫也是辩护政策，应该出来说明，不是抹黑，攻击推动公投的人、团体也是政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中高层对话互相呛声，中国外交部表示，这摆敢若是偷出的小菜，后摆阁有正长。相对于美国一开始就讲到台湾议题，中国是要求美国唔通干涉来内政，嘛强调讲台湾问题无退让的空间。有国内学者是烦恼讲台湾议题，互美国佮中国当作是政治工具，未来两岸关系惊讲会愈来愈危险。美中高层对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开场就讲到台湾、香港、新疆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也强烈回击。会谈了后，中国官方媒体华新社发布新闻稿，指出台湾问题关系中国主权甲领土完整，无任何妥协退让的所在。双方也互相指控开场讲话超时。中国外交部表示，这是美国惹事在先，不是对台人客道理。佮讲这只是饭前菜，会有味真高。不仅感受到了阿拉斯加寒冷的天气，也感受到了美国主人的待客之道。这次开场白只是一道开胃菜，后面还有正餐才是重头戏。台湾议题加入美中竞争关键，牵动两岸敏感神经。前立委会副主委赵建民表示，即马是两岸面临70年来上危险的时刻，美中从来唔捌处理高度对立中，两强无可能直接动手对拍，需要一场代理人战争。台湾首先影响和中美政治化加港府化。两岸问题我们完全没有发言权呐，对不对？中美在那边帮我们谈，我们已经中美共管了。嘴巴讲得很凶，接下来内部怎么讲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刘建民认为，两方无共分。虽然陆委会主委郭泰山发出春暖花开，也释出善意，也毋过毕竟也是无管到施政方认为，虽然美中对谈看起来紧张，美国顶限挺台湾，也毋过目前也无清楚美中刷落来动作，可能宣示的意思大过实际。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经过38档维权的统治，上无有16000个人受难。国家人权博物馆将举办追思纪念会，有上百个政治受难者甲家属参加。文化部长李永德表示，政治的空喙袂当放袂记节。将代表和平甲希望的笔学会插伫个纪念碑前，文化部长李永德、国家人权博物馆馆长陈俊宏，甲上百位政治受难者和家属出席追思纪念会，向伫咧维权统治时期受难的前辈致意。阮爸爸是判12年，关6年，才搁另外搁重新甲判死刑。我是希望讲促转会还搁有人权纪念馆，因会当搁更加。把这段历史做较大的宣传。第一届参加纪念追思会的文化部长李永德致辞的时，也以西班牙前总理弗朗哥维权政府批评台湾的状况，讲台湾参西班牙的情形真相像。西班牙伫咧杀转型正义30年，发现选择放袂记节，并无法度治疗社会创伤。伊也讲文化部会继续和大家追究历史真相。在年底以前呢，我们会有蒋介石的档案展。这个导览手册，我们也会重新再做修改，用比较历史中性的方式呢，要呈现一个多元的史观。对于追求历史的真相，还归一个公道政府会文化部会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有俗语咧讲，工程做一半，唔通换师傅。阮政治宣团体一直希望转型正义委员会会当用1年至2年。做一个收尾，这是阮所期待。最近促转会延续任期的问题也引起讨论，政治受难者团体召集人蔡宽如表态支持，伊讲台湾经过38档维权统治，到今包括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政治受难者的平反甲补偿等等，拢犹未完成。因望政府继续打拼，莫将社会集体创伤放袂记节。记者民警陈保罗新北报道。2021年，台湾杰出查某科学家蒋五章颁奖，今年是台气科学系特聘教授林依依摕到上大奖。伊嘛讲到有一寡博士生因为结婚做妈妈，为着家庭不得已爱放弃研究，伊希望科学界会使对妈妈科学家给一寡体谅甲空间。2021台湾杰出女科学家奖由台大科学系特聘教授林依依赢得相关应有的杰出奖。林依依专长是研究卫星遥测大气罕有科学为主的跨领域思维，改变气候现象，也是台湾少数受邀美国气象学会暨南期刊的学者。伊也都伫教育工作。林依依就这摆得奖的机会，想要为妈妈科学家发声。因为他得到博士以后，就是他要结婚生小孩，了解圣婴、反圣婴、El Niño、La Niña、台风、海洋、沙尘暴这种这些人才是太难得了。那让他们流失是我们国力的损失。台湾人对风台无生分，林依依讲家己受到启发，才到伫探讨风台甲海洋的交互作用，也对风台有无做出重大贡献。另外，这摆也有两位少年女科学家赢得新秀奖，分别是研究人工智慧陈文龙，甲注重热能开发应用的吴新杰。拢家己家庭，要研究也负起妈妈责任，要为中方出一平衡。我反而蛮鼓励，就是女性其实是可以，如果你想要兼具工作跟家庭的话，这条路反而蛮适合的。你也可以自己有自己的脚步，你可以做慢一点，或者是同时就是你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就研究这条路其实是可以同时兼顾家庭跟科学的。目前伫 AI 科研领域的女性比例较少，那有关心性别价值思考逻辑也会较活。校长的优秀女科学家期待未来科学领域建立更加友善的工作环境，和更加侪女性愿意加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林园湿地公园有全国唯一的水母湖，这海体真侪哦。最近有一寡海体煞熊反乌，专家是认为这几天下港的日头真大，造成海体转乌来炸日头，保护家己。
民众来到高雄这个湖伫看梯，经过多年服务，当地的梯数量超过6万只。最近确实出现乌色的梯，就跟当地北方偷渡废弃物污染水源的状况，搁再发生，造成梯变乌。保育人士是真紧张，你进一步观察了后，发现加载水质无被污染。从2月份观察到现在来讲，基本上水质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比较担心的，可能就是水的量是比较少一点。长期关心湿地公园的爱乡协会表示，当地水主要对养殖场排放，去年养殖户减量，造成排放水变较少，研判是水位降低，加上大日头，才互梯转化成做掠光性上好的乌色，后续会继续来观察。而滨科大鸟类生态研究室是在林务局支持下，架设全台湾头一摆的麻叶饲囝直播频道，可是看到作秀的树仔下面，敢若有人陪望，嘿烧起来，差点去烧到麻叶的树。扫墓的人员不慎，那一度呢，就是火就是烧到桃树底下，还有它旁边的树，整个熊熊火焰。其实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是非常紧张的。看到火烧起来，工作人员赶紧赶去，加载消防队早就到现场，赶紧把火拍熄。好佳在无烧着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云林北港运动公园本地有一座由国宝工艺师做的倒水美人的雕像，在20多年前因为公园整修，就互大地讨论哦，消失啦。最近北港国中的老师带学生伫公园找到，嘛甲伊挖出来。县政府表示会搁来讨论后续要安怎来处理。北港国中的师生做伙将大理科开的倒水美人艺术品挖出来。将大理拖来超过20年的倒水美人重建体积，用这座艺术品是台湾国宝级庙宇的蒋良工艺师江新乐所做的。不过20年前，因为北港公园的整建全消失。有同学提出来的兴趣，就是希望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来挖挖看。那所以老师就帮他们设计课程，然后跟我们的民众跟家长一起来协同，看看计划怎么来实施。田永年老师就表示，为了要实施课程的计划，先找出倒水美人的旧相片，佮根据座位的店名回忆和访谈，查这艺术品被大理科开记录真悬，现在顺利被挖出图，期盼相关单位会当协助修复保存，也是来展示。透过从这个学校里面有老师来就是发起这样的一个就是重视地方文化保存的一个运动呢，对我们县府在推动这个文化这样子对地方的一个重要性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文管处表示，当初文管处接到消息以后，马上联系北港镇公所现场和讨论，各有老师带领学生，实际参与建立一个公民参与的典范。未来这个作品后续修复保存，会由公所地方文书团体和县政府等单位来进一步讨论。记者黄文报道。再回来看今仔日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